排好少做運動，成個人啲關節都好似梗晒咁，都係時候喐下做下運動啦。不過做運動嗰時個膝頭哥又會痛，醫生話係退化喎，點算好呢？不如試下水中運動啊！都好喎，李生啊，我知道咧，你係物理治療師，專係教人做水中運動嘅。但係我又唔識得游水，咁可唔可以做水中運動㗎？其實做水中運動唔一定要識得游水嘅，因為做水中運動嘅時候呢，水深一般會喺心口嘅位置，而且做水中運動嘅時候呢，頭會喺水面上面嘅喎。有啲動作呢，仲會利用到扶手啊、水泡咁樣去幫助。咁呢，我哋就可以用唔同嘅姿勢，針對身體唔同嘅部位呢，去增進健康啊、提升體能啊、增加關節嘅柔軟度同埋肌肉嘅力量咁嘅。李生啊，聽講水中運動對於改善身體健康係好有幫助㗎。咁佢同我哋平時喺陸地上面做開嘅運動又有咩分別呢？個分別咧就係水有浮力，可以咧減輕關節嘅負荷嘅。對一啲過重啦、腰骨痛啦、膝頭痛啦同埋腳眼痛嘅患者，可以減低運動對佢哋嘅關節嘅耗損，而且水嘅浮力亦都可以適當咁樣保護同埋支持關節，令到關節冇咁痛啦，同埋增加關節嘅靈活度。聽講水嘅阻力可以幫助鍛鍊肌肉㗎喎，係咪㗎？係啊，水嘅阻力咧可以幫助我哋增加肌肉嘅力量、肌肉嘅耐力同埋平衡力，效果就好似我哋喺陸上做嘅重力訓練一樣。甚至乎有啲運動喺陸上做會令到關節痛，喺水入邊做咧就會完全唔痛啦。我仲知道咧，水嘅壓力可以做到按摩消腫嘅功效添。唔止咁啊，水嘅壓力咧亦都可以促進我哋嘅血液循環同埋新陳代謝，令到做運動嘅人達至鬆弛。而且我哋喺水深去到心口嘅位置嗰度做運動呢，亦都可以改善我哋嘅心肺功能添。李生啊，據我所知，衛生署長者健康服務亦曾經進行過一個水中膝部運動嘅測試，有成20人參加，效果相當唔錯噃。係啊，學員經過咗20堂嘅水中運動之後呢，發覺佢哋嘅膝痛啦，同埋膝功能嘅情況都有明顯嘅改善。例如膝關節已經唔痛啦，止痛藥都唔使食。另外，佢哋膝頭腫脹嘅情況啦、肌肉嘅力量啦同平衡力咧都有明顯嘅進步。平衡力改善咗，咁咪冇咁容易跌咯。水中運動真係多好處啦。不如我哋聽下參加過嘅長者講下佢哋嘅經驗啦。以前未做水療呢，就右腳呢，佢睇醫生就話佢好壞㗎啦，食止痛藥同埋搽冬青油。暫時止痛咯，嗰啲食咗個胃咯，個胃唔妥咯。行樓梯真係一步步㗎，個腳痛咯，痛你又唔可以行得太快啊嘛。以前行得快係唔得㗎，即係譬如我想踎低啊，咁我就係我好後生都踎唔到，行樓梯都係扶住咯，即係差唔多一步步咁樣上咯。做完水療之後，即係行樓梯冇乜問題，行路都冇乜問題，係好順暢，就可以踎到下。即係而家有時我喺嗰度住呢，行到出旺角、大角咀、油麻地都係咁行出去㗎啦。我即係而家冇食藥，又冇搽冬青油，乜都冇用啊！我做完水療去從化嗰度。嗰個山咧都行好多路㗎，即係又斜路又石級啦，即係好多㗎。我都係咁樣行㗎，即係行到冇乜問題咯。有時係成班人啊嘛，咁啊喺水度玩下好開心㗎。但係又最緊要係對身體好啊嘛。李生啊，我哋做水中運動嘅時候有啲咩需要注意嘅呢？首先，參加者係需要知道自己係咪適合做呢一類型嘅運動。如果患有慢性疾病嘅話呢，係需要先諮詢醫生或者物理治療師嘅意見。以下呢幾類人士呢，就唔適合做㗎啦，包括唔穩定嘅心臟病同埋血壓高，皮膚有傷口或者有傳染病，大便或者小便失禁，仲有怕水等。
咩人適合做水中運動嘅呢？一般嚟講呢，水中運動呢係適合啲有腰啦或者膝痛嘅人做嘅。咁做水中運動嘅時候需要啲咩裝備㗎？其實做水中運動嘅時候呢，係唔需要特定嘅裝備嘅。如果有需要嘅話呢，我哋會配合水泡啦、唔同形狀嘅浮板啦，或者阻力板咁樣。如果做水中運動嘅時候呢，最好去一啲有扶手同埋救生員嘅泳池做呢，就最好啦。咁我哋落水之前有啲咩需要注意㗎？我哋需要咧注意個人嘅衛生。落水之前呢，就要沖身。如果咧空肚咧或者飯後咧都唔好落水。做完水中運動嘅時候咧，亦都要沖身。運動之前呢，做5至10分鐘嘅熱身運動咧，就可以減少受傷嘅機會啦。運動之後咧，亦都需要做5至10分鐘嘅緩和運動，但係咧要量力而為。如果唔舒服嘅話，就唔好做啦。天氣凍嘅話，上水嘅時候，我哋需要注意保暖。暖水泳池咧可以係其中一個選擇。我哋仲可以着一啲有保暖功能嘅泳衣啦，或者背心。聽完物理治療師李先生嘅講解之後，相信大家對於水中運動已經有咗初步嘅認識，係咪好想落水玩下呢？以下落嚟將會由另外一位嘅物理治療師劉小姐同我哋講解一下水中膝部保健運動嘅做法。佢仲會話俾我哋聽落水之前要準備嘅功夫，大家一齊去睇下。做任何運動都要注意安全。等我哋而家睇下喺水中運動之前要注意啲乜嘢啊！如果喺沖身或者換衫嘅時候會引起腳痛或者企唔穩，安全起見可以坐喺度沖身或者換衫。我哋行去泳池嘅時候，如果着拖鞋嘅話，對拖鞋嘅質地要絕地，鞋底要有防滑坑紋。另外對拖鞋要啱尺碼，仲要小心咁慢慢行去池邊，以免跣倒。不如我哋就睇下以下落嚟嘅示範啦。喺更衣室或者水池周圍嘅地面會比較濕滑，所以一定要小心。如果可以結伴同行，互相照應就比較安全啦。上落樓梯會係大家需要注意嘅地方。如果膝部有痛楚嘅朋友，可以扶住欄杆上落樓梯。另外可以試下兩步同一級嘅原則，即係上樓梯嘅時候，好啲嗰隻腳先上。落樓梯嘅時候，痛啲嗰隻腳先落。情況較為嚴重嘅，就要扶住欄杆之餘，仲要側身上落。同樣要兩步同一級。上樓梯嘅時候，好腳先上；落樓梯嘅時候，痛啲嗰隻腳先落。對於行樓梯有困難嘅朋友，可以選擇一啲有升降機到達池邊嘅泳池。又或者選擇一啲路徑係用斜路代替樓梯嘅，有需要嘅時候可以揾泳池嘅職員幫手，就算行遠啲都冇所謂啦，因為安全第一啦嘛。嚟到池邊都係未落得水住，因為我哋要先做熱身。做熱身嘅時候，同樣都要注意環境嘅安全，唔好企太近池邊或者地下有積水嘅地方做。提醒大家喺做熱身拉筋嘅動作嘅時候，要慢慢伸展我哋肌肉到有輕微拉緊嘅感覺，保持大約10秒，每個動作大約重複10下。我哋成個熱身嘅過程大約需要5至10分鐘。而家就等我哋啲拍檔出嚟一齊示範下啦。第一式係側頸，我哋做嘅時候將我哋嘅頭側向右邊，直至到左頸有拉緊嘅感覺。盡量令到我哋右邊耳仔貼向膊頭。我哋去返中間，而家試下左邊啦，慢慢側落去。記住個面要由頭到尾都要向前，膊頭唔好縮起，盡量放鬆。去返中間，我哋繼續做啊。跟住右邊，好，跟住去返中間，跟住左邊，我哋再嚟過啊。側向右邊，1、2、3、4、5，好，慢慢去返中間，再落左邊，1、2、3、4、5，再去返中間。呢個動作可以大約做5至10下嘅。第二式係轉頸，
做呢個動作嘅時候，我哋慢慢將我哋嘅面轉向右邊，直至到左頸有輕微拉緊嘅感覺，保持大約5至10秒。跟住慢慢去返前面。嗱，我哋試下左邊啦。記住做嘅時候頭唔好昂高或者耷低喎。好，我哋慢慢去返前面，再嚟右邊。再向返前面，再嚟左邊。好，我哋慢慢去返前面，再嚟右邊。1、2、3、4、5，好，慢慢面向返前面，再做左邊。1、2、3、4、5。去返前面，同樣呢個動作都可以做5至10下嘅。第3式係推掌，我哋做嘅時候，兩隻手嘅手指相交，跟住手掌向外反出嚟，向前推，直至我哋嘅手踭直晒，保持大約5至10秒。跟住我哋再向天遞高我哋隻手，跟住自然咁放低。嗱，我哋再嚟一次啊！手指相交，反轉手掌，向前推直手踭，保持5至10秒。跟住我哋遞高隻手嘅時候，可以用鼻深深咁吸一口氣，放低嘅時候用口呼氣。再嚟一次咯，手指相交，反轉手掌，向前推直手踭。1、2、3、4、5，再遞高嘅時候，鼻吸氣，口呼氣。第4式係推手踭。嗱，我哋將我哋嘅右手放喺左邊膊頭上高，跟住左手將右手踭向後慢慢推，直至到右邊膊頭外側有拉緊嘅感覺，同樣保持5至10秒嘅。好，我哋放低手，試下左邊啦。左手放喺右邊膊頭上面，右手將我哋嘅左手踭慢慢向後推。記住手踭要平膊頭，唔好向上或者向下，個身都要保持向前，唔好轉身。好，我哋再放低手，再試下右手放喺左邊膊頭，左手將右手踭向後慢慢推。好，放鬆，再嚟左手啊！左手放喺右邊膊頭，右手將左手踭向後推。好，我哋放低手，再嚟試下右手咯。右手放喺左邊膊頭上高，左手將右手踭向後慢慢推。1、2、3、4、5，好，放鬆，再嚟左手啊！左手放喺右邊膊頭，右手將左手踭向後推。1、2、3、4、5，好，放低手。第5式係轉肩。嗱，我哋雙手擺喺膊頭上高，跟住慢慢將手踭向後拉，跟住向前轉圈，盡量將個手踭有咁大，得咁大或咁大個圈。第3下。4、5、6、7、8、9、10，跟住向後咯，同樣10下。1、2、3、4、5、6、7、8、9、10，我哋繼續做啊！再向前轉圈，1、2、3、4、5、6、7、8、
9、10，跟住向後轉，1、2、3、4、5、6、7、8、9、10，好，放低手。第6式側腰，我哋企嘅時候，雙腳分開，好似膊頭咁闊。跟住我哋將左手叉喺腰度，右手遞起，跟住側腰向左邊，直至右腰有拉緊嘅感覺，保持大約5至10秒。好，跟住我哋企返直，右手叉腰，左手遞高，跟住側腰向右。嗱，記住要側腰，唔好淨係喐隻手喎，同埋個身要向前，唔好擰埋一邊。好，我哋放低手啊，再做另一邊，叉左手喺腰度，遞高右手，側落去左邊。好，跟住我哋再放低手，右手叉喺右腰度，遞高左手，再側向右邊。好，跟住我哋再企返直。再嚟左手叉腰，右手遞高，側腰向左，1、2、3、4、5，好，跟住我哋再放低手，遞起左手，再側向右邊，1、2、3、4、5，好，我哋放低手，同樣呢個動作可以做5至10下嘅。我哋喺做完熱身之後，可以準備落水啦。之前我哋有熱身6式，而家我哋有落水3法。方法1，我哋可以用池梯，記住上落水嘅時候要雙手扶實池梯嘅扶手，一級一級咁上落，千祈唔好心急。同樣都係2步1級，落嘅時候痛啲嗰隻腳先落。方法2，有啲泳池設有斜路或者樓梯嘅落水通道，大家亦可以用頭先提過嘅方法落水。最緊要係側身扶住扶手，一步一步慢慢行。方法3就係用升降椅啦。對上落泳池有困難嘅朋友，可以揾泳池嘅職員幫手，用升降椅上落水。無論點樣都好，為免危險，千祈唔好就咁跳落水啊！以下落嚟，我哋會詳細咁介紹一套水中保健運動。呢套運動可以改善我哋嘅膝部活動幅度、肌肉力量同埋功能，同埋身體平衡力嘅，仲可以幫助一啲有膝部退化性關節炎嘅朋友減輕痛楚。佢哋如果喺陸上做運動有膝痛，喺水中運動仲會覺得舒服啲添。大家可以喺學識之後，到一啲水深喺心口位置咁上下嘅泳池度自行練習。同做其他運動一樣，要以唔引起痛楚為原則，要量力而為，有唔舒服就要立刻停止啦。如果有嚴重痛症，曾經植入人工關節，有慢性疾病，又或者有其他影響活動功能嘅情況，就需要先向物理治療師或者其他醫護人員查詢啦。依家就等我哋睇下套水中保健運動係點做啊！全套動作有12式，每個動作做3至5分鐘。我哋需要用嘅係一個大同2個細嘅水泡。喺我哋啱啱落水池嘅時候，我哋可以做一啲踏步同活動腳板嘅動作，等我哋適應下水入邊嘅環境。嗱，我哋首先做下踏步先啦。我哋輪流提起我哋嘅膝頭哥，2隻腳輪流做。我哋踏咗步之後，又可以活動下腳板喎。我哋拎起我哋嘅右腳，稍微離地。腳掌呢向順時針方向活動10下，跟住又再逆時針活動10下。記住喎，唔係活動個小腿喎，係喐個腳掌。嗱，我哋試下左腳咯喎，左腳同樣提起，微微離地，腳掌順時針做10下，再逆時針轉10下。
嗱，以下落嚟我哋會做一啲伸展，即係拉筋嘅動作。第一式弓箭步。嗱，我哋試下可以右腳喺前面啦，左腳喺後邊，前腳微曲，直至後腳小腿有啲拉緊嘅感覺。呢個動作就係拉緊小腿嘅肌肉，伸展下佢嘅。嗱，留意喎，背脊要伸直，唔好提起個臀部。前腳膝頭哥呢，唔好前個腳尖。最緊要就係後腳腳踭唔好離地，兩隻腳嘅腳尖都要保持向前，保持大約5至10秒。企返好先，跟住我哋左腳喺前面，右腳踏向後。如果個小腿嗰度冇拉緊嘅感覺，我哋可以右腳再踏後少少，直至小腿有拉緊嘅感覺，同樣保持5至10秒。試下做右腳啊！左手握住右腳，向後拉，保持5至10秒。
如果你拉唔到隻腳嘅時候呢，可以試下左手握左腳，同樣唔好淨係接埋個膝頭，要向後拉到大髀前面有拉緊嘅感覺，同埋記住唔好擘開兩個大髀喎。試埋右腳啊，右手握右腳，再向後拉個膝頭哥，